国家摄影文化中心今麦同咧举办展览，邀请16位艺术家用18组这影像作品来探讨台湾的多元信仰安怎影响到咱的社会。文化部长李婉也出席伫开幕典礼，伊希望民众来看展览，用艺术家的角度来熟悉台湾的多元信仰。这300乌白的人像相片，拢用光线做出明显的对比。呈现出来是以基督教的角度来探讨圣经内底死亡甲复活。早期欧洲很多人是文盲，所以是透过这个可见的这些图像来重现圣经的场景。除了基督教信仰，同一个空间，还有展出关注名艺术家瓦雷斯拉拜的摄影作品，用显白的色水展现赛德克族的生活故事。这个国家摄影文化中心的主席甲奖项展览，邀请16位艺术家展出18组影像作品，讨论台湾多元的信仰，还有安怎互相结合。如果我们在讲台湾的宗教信仰的文化，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跟台湾本身的特质很像，它就是一直不断的能够接受外来的一个文化元素，然后融入到变成我们在地的一个特色。展览拜时举办开幕典礼，文化部长李婉也到现场，希望民众透过艺术家的视野，了解台湾的信仰文化。台湾的历史造就了台湾非常多的宗教，各种不同的文化，很多文化宗教就算是来自中国大陆来到台湾，也落地生根，也有改变。台湾因为地理位置、历史演变，真做多元化的社会，来自全世界无同款的宗教，到台湾也拢成长出各款多元面貌。策展人希望观众除了在展览当中了解多元信仰以外，也透过信仰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